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个是一件不当的体罚。嘉义一个国小5年的小男童，伊的正脚有带罕见的恶性的肿瘤，出事到呾已经做过10外届的手术甲化疗，都要按假死才会当来行路。今年的4、5月，学校举办倒球比赛，这个小男童无拍入去前3名，去互教练教罚行路甲开合跳。返去厝了后，面色反白，规身躯无力。妈妈看囡仔怪怪，甲囡仔追问这代志，才来现讲。这个囡仔伫拍乒乓反应偌好，其实伊治疗罕见的硬纤维症瘤，经过14摆手术甲化疗。行路就要挖靠辅助工具，你看骹肚有真长的手术痕。伫学校社团的练习下，乒乓是愈拍愈好，因为即马却因为敢若是教练甲体罚，险爱记掉。本来就是特教生，而且还有身有残疾。囡仔老母真生气，今年4月，因后生才动过手术，嘛已经交代学校的导师，偏互因后生经过头颔管的胸坎做伤大的动作。不过乒乓队的教练却因为比赛无摕到前3名，处罚开合跳30A，要学行路。穿卡巴辅助工具的后生唔敢违抗教练的指令，学行路了后面色惨白。这也是不合那个教育部他所颁发的那个体罚。囡仔老母找校方理论，嘛找教育处，最后拢比伊学生之间的算来做结案。向监察院国教处申请，嘛拢无下落。开会的时候，我有讲到整个经过，然后他们也都不相信，一直打压我的爸爸妈妈。就跟他自主，但是不会过，还是很开心的说他 OK。校方甲家长的讲法无共款，目前这位教练已经被解聘。家长嘛决定让囡仔转校，本来反对后生参加乒乓社，后来想讲卖伤激烈的运动就无代志，想袂到讲即摆却因为教练处罚来受伤，家长真的是无法度接受。